将旧空间活化再利用，转变成为社区型的心理卫生中心。行政院长陈建仁伫视察时阵，不但学了这项政策有创意，而且佫有意义，因为深感无心理健康，就无真正健康。没有心理健康，也就没有真正的健康。这3年多来，我们全世界受到 COVID-19 的影响，各种灾害啦、气候变迁啦、国际的战争啦，都为人类心理带来很大的冲击而且现代社会这个高压力的生活的环境呢，也为民众带来了很多心理健康上的负面的影响。所以在刚才局长的报告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心理卫生中心做的，不只是末期病人的照顾、后期病人的照顾，前期的心理卫生的促进，还有病例的这一个筛选还有早期的发现，都相当的重要。院长陈建仁伫致辞时讲到一半，现场所传来欢呼声，原来是立法院3读通过特别预算这个好消息。我们这一次的疫后特别条例，今天刚好在立法院审查，我希望它能够3读通过。通过了以后，通过了吗？哦，太好了，我们应该为这个鼓掌一下。不管是防疫顶面协助，或者是长照工作上的帮忙，黄伟哲拢非常感谢中央的支持。伊表示，市府会持续挹注资源甲能力，持续强化社区心理健康照顾。建立这样的一个心理卫生中心，能够对于许多这个市民朋友们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这是需要的，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又活化了一个旧的一个厅舍，那能够让这个政府的厅舍、政府的资产物尽其用，那又能够帮助到民众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这是我们很高兴见到的。卫生局表示，盐水心理卫生中心投入营运后，会当就近服务溪坝地区的民众，提供心理卫生咨询、咨商、精神医疗资源以及就业转型等专业服务，照顾社区民众身心健康。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